件的编号，受害的尖叫，民众在喧闹，还缺少证据被找到，犯人在奸笑，是非都颠倒，谜团我知道，就等着我来揭晓。他们看不到消失的符号，都指向难解的谜。难解的谜是谁起的题，下着危险的棋。被撕裂的合照，我能想象得到，犯人不觉得可惜。可惜的是，以为能得知，已经神志不清。墙上的阅历，全证明案发生的天数，证据使我更确信，凶手展现上升的天赋，颠覆了我的想象，占有欲望被发挥的彻底。看到这犯罪榜样，仿佛故意设下惊悚的局，确定这是泯灭人性，没人性的凶手居然也是人，推开了心中潘多拉的门，得到死者放心，还有他的人。不在乎大家会不会爱我 ，Just chase the clue and find the way I go。神秘的雾盖住联系的路，真相总在我抓住前推开我。案件的编号，受害的尖叫，民众在喧闹，还缺少证据被找到，犯人在奸笑，是非都颠倒，谜团我知道，就等着我来揭晓。主宰有我主宰，快速下手，让你脱离了苦海，别胡来，点起烛台就感受血与肉的独白，寻找10点要完美勾勒，选择情感最佳的状态，仔细肢解就完成烹饪，趁亮掉前赶快上菜。那日期定在5月12，据点在秘密的厨房，9月在午夜时刻命演，那都只是无常，自发图强，距离圆满的境界那还只剩1点，这是专属老饕的历练，或是 next 历练时刻历险，古有所云未知时色性也，别说你没想过，美好回忆留在此刻据点，成为我享受，没有失去的胆量与资本吞噬肉体，也占有了精神口腔的欲望，不至于亲吻，因为爱，所以把你给吃了。案件的编号，受害的尖叫，民众在喧闹，还缺少证据被找到，犯人在奸笑，是非都颠倒，谜团我知道，就等着我来揭晓。